我今日要告訴你一件事，幾乎所有風水師都係講咗一半，然後停低。天水圍30年嚟俾人叫做悲情城市，但係2024年九運開始之後，呢個地方出現咗一個連我都覺得震驚嘅風水逆轉。我係何生傑師傅，睇完今集，你會知道嘉湖山莊邊幾座喺九運最旺，邊個樓層值得最買，同埋邊一個隱藏嘅屋苑入邊，幾乎冇人知道係最氣穴位。答案可能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1992年，政府決定喺度發展新市鎮。嘉湖山莊係第一批落成嘅私人屋苑，58座住宅大廈，15808個單位，係全香港最大嘅私人屋苑之一。好多風水師一聽到天水圍，第一個反應係沼澤地、寒濕之地、默氣貧乏。呢個講法有冇道理？有，但係佢哋只係講咗一半。大家睇下地圖，天水圍東面有鴉髻山守護，北面係後海灣，西面係深圳灣，南面係元朗平原。呢個格局係咩格局？係一個三面環水、靠背山脈嘅特殊水局。嘉湖山莊最特別嘅地方係屋苑內有個人工湖，叫做天湖。風水學話水主財，呢個人工湖係整個屋苑嘅財氣核心。但係水有分好水同埋壞水，天湖係靜水定活水？水嘅流向係點？呢啲問題係決定咗嘉湖山莊居民嘅財運走向。2024年九運正式開始，直至到2043年，九運屬火，南方大旺。大家知唔知天水圍喺香港係邊一個方向？就係西北方。等等，西北方唔係九運最旺嘅方向。咁點解我話天水圍係翻身喺九運？因為九運係最怕嘅，喺八運嘅死水格局，而天水圍嘅人工湖同埋濕地喺九運之下，反而成為活化財氣嘅關鍵。嘉湖山莊分幾期，唔同位置嘅風水差異非常大，我逐個同大家分析。天湖居面向天湖，納水局最強，水在前，山在後，係標準嘅前水後山旺財格局。九運之下，呢批單位喺嘉湖山莊係最值得留意嘅。上湖居同樣有湖景嘅優勢，但係要注意單位嘅坐向。向南嘅單位配合九運嘅南方火局，財運同健康都有明顯嘅提升。尾湖居距離天湖較遠，水氣影響較弱，但係屋苑內嘅大量綠化園林，木氣旺盛，有助化解沼澤地嘅寒濕之氣。不得不提，天水圍公路係一條高架橋，喺嘉湖山莊北面橫過。呢條路對部分樓宇造成沖煞，影響居住嘅人健康同埋情緒。受路沖影響最大嘅係面向天水圍公路嘅低層單位。如果你住喺呢啲單位，我教你一個化解嘅方法。講完風水格局，我哋要正面回應一個問題：天水圍點解會俾人叫做悲情城市？呢個標籤係咪真係同風水有關？2000年代初，天水圍發生咗一連串家庭悲劇，震驚全港。好多人話係沼澤地嘅熱怨之氣之所致，但係我做咗深入嘅研究之後，發現真相係風水係一個因素，但唔係唯一原因。從城市規劃角度，天水圍早期設計係一個孤立嘅衛星城市，缺乏就業機會，社區設施嚴重不足，交通極度不便。一個家庭，父母要每日花2個鐘頭通勤返工，小朋友放學冇地方去，老人家冇社區設施支援，
呢啲社會因素同風水因素互相疊加，先形成呢個惡性嘅循環。但係大家有冇留意，近幾年天水圍嘅面貌已經大幅改變。YOHO Mall 嘅擴建，西鐵天水圍站人流大增，新樓盤相繼落成，天水圍正在脫胎換骨。呢啲唔係偶然。2024年九運到來，九紫離火入中宮，火能蒸發濕寒，化解沼澤地嘅寒濕之氣。天水圍正經歷一場風水上嘅翻身，而嘉湖山莊就係呢場翻身局嘅核心受益者。好，講完大格局，我哋深入一層，用玄空飛星嚟睇嘉湖山莊。玄空飛星喺風水學係一個精準嘅工具之一，可以計算出每個單位喺唔同嘅時期嘅衰旺。簡單講，西南嘅單位九運之下，財運同事業都有明顯嘅提升。九運最旺嘅飛星組合係九九同宮或者九一同宮。九九同宮代表雙火同氣，旺丁旺財；九一同宮代表火水忌濟，財運亨通。如果你嘅單位恰好係呢兩個組合，恭喜你住喺嘉湖山莊嘅單位係黃金單位。樓層方面，九運之下，高層單位接收天氣較強，火氣更旺。一般而言，15樓以上向南嘅單位喺九運嘉湖山莊係最值得留意嘅組合。但係每個單位嘅具體飛星組合都唔同，要準確分析，需要知道單位嘅坐向同埋入伙年份。呢啲詳細分析，我全部放喺免費報告入邊，唔同座號、唔同樓層嘅飛星組合，我逐一列明，大家可以對號入座。好，講完理論，我哋實際啲講。如果你住喺嘉湖山莊，或者考慮入市，我有4個即時可以執行嘅建議。第一，路沖化解。如果你嘅單位面向天水圍公路，喺面向馬路嘅窗前放置一個銅葫蘆，可以有效吸收立路沖嘅煞氣，保護家人健康同埋情緒。第二，財位啟動。九運之下，財位通常喺單位南方或者東南方，喺財位放置一個流水擺設，水流方向向內，可以激活水局，配合天湖嘅大水局，財氣事半功倍。第三，寒濕化解。天水圍喺沼澤地改建，地氣偏寒偏濕，喺家中放置闊葉嘅植物，木氣旺盛，可以化解地氣嘅寒濕，令家人精神更加爽朗。各位朋友，你知唔知道住喺天水圍嘉湖山莊嘅你，其實依家正處於九運嘅超級旺氣位，但係如果你唔識用呢個旺氣，就白白流走，同你完全冇關係。今日我就教你一個最簡單、最有效嘅方法，喺南方擺一個流水裝置，直接吹動你屋企嘅九運財氣，唔使花大錢，唔使揾師傅上門，你自己就喺屋企可以做。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點解喺南方，唔係北方，唔係東方，喺南方？好，我解釋俾你聽。喺2024年開始，我哋正處於九運，九運係離卦，離卦代表係火，而火嘅方位就係南方，所以九運呢20年，南方係香港甚至全世界最旺嘅方位，冇得爭。你住喺天水圍嘉湖山莊，根據我哋之前分析嘅飛星盤，南方係九紫離火嘅飛星到位，南方係九紫離火飛星到位，九紫係九運嘅當令星，亦都係最旺嘅一粒星，所以你喺屋企嘅南方就喺你嘅整個單位最旺嘅核心。但係問題係，好多人嘅南方都係靜止嘅，可能係一面牆、一個書架或者一個廁所，靜止嘅方位，旺氣就唔會流動。
唔流動就係唔能夠帶嚟好運，所以我哋係需要喺南方製造一個動氣，令旺氣活躍起嚟。但係點解要用流水而唔係用紅色擺設？大家可以諗諗，喺呢個玄空風水最重要嘅概念，水就係吹動嘅氣場。喺風水學裏面，水係最有效嘅動氣工具。水係流動聲音嘅動態，亦可以激活周圍嘅氣場，令旺氣由靜態變成動態，由死氣沉沉變成生機勃勃。就好似你喺屋企喺南方原本係一潭死水，你放喺流水之後就變成一條活水，財氣就跟住你喺流動。水就係喺你屋企角落。但係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禁忌，好多人唔知道流水嘅方向一定要流去內，而唔可以流出外邊。所以向內流係代表財氣入屋，向外流係代表財氣流走。好多人買咗流水裝設放喺屋企，但係擺錯咗方向，結果財氣全部流出去，仲唔知道點放。所以你買流水之前一定要記住呢個重點，水流方向向內，向屋企中心流。另外，流水嘅聲音要清脆悅耳，唔可以太嘈。太嘈嘅流水會影響噪音，成為陰煞，所以反而會影響到居住者嘅情緒同埋睡眠質素。選擇一個水流嘅聲音柔和、節奏均勻嘅水流擺設係最理想。好，依家最實際嘅問題，點樣揀流水？放喺邊度？第一，揾出你屋企嘅南方，你可以用手機嘅指南針 Apps 喺屋企嘅中心面向南方，南方嘅範圍喺南偏東15度，即偏南西嘅15度，大概喺你屋企嘅正南方位置。第二步，揀適合嘅流水擺設，我建議有幾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係陶瓷或者用銅製造嘅3層流水擺設，呢種流水係最傳統、最有效嘅催財工具。水從上層流到下層，象徵財源滾滾而嚟。高度建議係30cm 到50cm， 唔好太細，太細嘅流水呢，氣場唔夠強。第二個選擇係石材流水嘅擺設，配合鵝卵石嘅植物，呢種設計比較自然，適合喜歡簡約風格嘅朋友。而石材本質係隱定氣場嘅功用，配合流水效果非常好。第三個選擇係魚缸配合水泵，如果你唔介意養魚，魚缸係非常好嘅催財工具。9條金色魚，8條金色加1條黑色，係風水學上最旺嘅旺財組合。黑色嗰條係負責吸收嘅煞氣，金色嗰8條係負責聚財。第三步，擺放位置，南方嘅流水最好放喺客廳嘅南方，或者睡房門口嘅南方，唔好放喺廚房同埋廁所，因為廚房有火氣，廁所有穢氣，都有影響流水嘅催財效果。仲有一點，流水擺設要定期換水，最少每個星期換一次。污濁嘅水唔單止冇催財效果，仲會帶嚟病氣同埋衰氣，所以保持水嘅清潔係非常重要嘅。好，最後我要特別提一提住喺天水圍嘉湖山莊嘅朋友。天水圍嘅地理環境比較特殊，佢係一個4面環繞濕地嘅衛星城市，水氣本身已經非常充裕。呢個天水圍嘅先天優勢呢，亦都係九運特別旺嘅原因之一。但係正因為天水圍嘅水氣咁充沛，你住喺南方擺放流水嘅時候，有幾點要注意。流水嘅規模唔需要太大，因為天水圍本身已經水氣充足，你只需要喺中型嘅流水就已經擺設就已經夠啦，唔需要大型魚缸或者噴泉。
過多嘅水氣反而會令屋企陰氣過重，對健康唔係太好。第二，流水最好配合南方嘅紅色元素一齊使用。南方係屬於火位，水克火，所以你喺南方放於流水嘅同時，要喺附近加啲紅色嘅裝置，例如紅色嘅花瓶、紅色嘅掛畫或者紅色嘅燈飾，令到水火既濟，達到最佳嘅催財效果。第三，如果你嘅南方係窗口或者露台，效果會更加好，因為南方有開口，旺氣可以直接從外邊引入，再配合流水引動，財氣入屋嘅速度會大大加快。好，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咗呢幾點喺天水圍屋企嘅南方擺放流水裝置，催動九運嘅旺氣。記住3個重點：第一，南方係九運係最旺嘅地方位；第二，水嘅流向一定要向內流；第三，配合紅色元素，水火既濟效果最佳。入市時機方面，九運由2024年開始到2043年結束，呢個喺天水圍嘉湖山莊最難得嘅黃金窗口。把握九運之前半段，即係2024年至到2034年呢10年，係最佳入市同埋優化家居風水嘅最佳時機。依家入市仲係早段，升值潛力最大。各位，我今日喺呢集影片嘅所講嘅，只係嘉湖山莊風水嘅冰山一角。每一個單位嘅坐向、樓層、間隔都有唔同嘅飛星組合，影響居住人嘅財運、健康同感情。我特別為嘉湖山莊居民整理咗一份天水圍嘉湖山莊風水鑑定深度報告，入邊包括嘉湖山莊各期飛星盤完整嘅分析，九運最旺嘅樓層同埋坐向排名，各座大廈煞氣位置同埋化解嘅方法。2024年到2034年嘉湖山莊財運走勢預測，同埋嗰個隱藏聚氣穴位嘅完整秘技。依家我決定免費送俾所有嘉湖山莊居民同埋有興趣嘅朋友。你只需要掃描畫面上嘅 QR code， 或者去我嘅網站填寫你嘅 WhatsApp 號碼同埋電郵，報告即刻到順你手，唔使錢，即刻有。我係何生傑師傅，祝各位嘉湖山莊居民九運大旺，財源廣進。下一集我哋繼續探秘香港另一個被低估嘅風水寶地喺邊度？留言告訴我你想知道嘅屋苑。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析有用，記得幫我分享俾你身邊住喺嘉湖山莊嘅朋友，俾更多人受惠。訂閱開運秘錄，每周都有香港屋苑風水嘅深度分析。下集預告：香港有個地方坐擁全港最強嘅龍脈，但係居民嘅命運就大起大落，喺邊度？答案下集揭曉。